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看一看伊朗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前伊朗的形势当做拳击比赛前两个选手的叫什么对视环节，互相飙狠话互相做出各种挑衅动作。首先是2026年1月2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确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驶入其责任区，正在部署到中东途中，但尚未到达最终就位位置，比如说这个阿曼湾或者是波斯湾。换言之就是航母战斗群已正式进入中东海域，只是还未抵达可以对伊朗实施快速打击的前沿阵地。也就是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了林肯号航母已经到了他的责任区了。这是26号第二天1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将举行一场为期数天的空军战备演习，旨在增强军事装备和人员的分散部署能力，强化区域的伙伴合作，并为在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执行灵活应对行动做好准备。但是这个中央司令部他没有介绍演习的具体日期和地点。据称演习期间，美军将向多个应急地点部署小分队，并在小型高效支援保障之下验证快速部署、执行任务和撤离的流程。这个不言自明这些在伊朗的家门口搞这些动作，还是对伊朗不断增加军事压力。并且根据以色列14频道电视台1月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日向以色列通报了其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情况。报道称，美方表示相关准备工作预计将在2周内完成，并可能在未来数日内出现适合采取行动的机会窗口。也就是说未来几个月要制造这种可以打击伊朗的这种叫机会窗口。美方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等待所有准备工作结束后才会采取行动。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达命令，美方行动可能提前进行，但目前这一选项并未被视为迫在眉睫。目前相关报道无法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个是央视报道的也就是说根据央视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了一大通废话，中心意思就是随时可以对伊朗进行打击，绕来绕去的让这个伊朗摸不着头脑而特朗普继续加码，继续拱火浇油还是央视报道说当地时间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又一支舰队正在向伊朗方向航行。也就是说美军继续向伊朗、向波斯湾地区派出他的军事资产。特朗普在一个集会上他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去看有这个视频。特朗普说顺便说一句，现在还有另一支漂亮的舰队正驶向伊朗，我们拭目以待，我希望他们达成协议。从这里看这个特朗普还是他惯用的手法也就是特朗普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玩心理战的这么一个人。特朗普的底气是美军耗得起，人家围这个委内瑞拉就围了半年多，但是伊朗呢耗不起，因为伊朗已经是深陷经济危机他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财联社1月27日电说，多家货币追踪网站显示，伊朗货币对美元汇率跌至创纪录新低，达到15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也就是比那个去年年底伊朗民众上街这个示威比那个时候还要便宜，也就是伊朗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了伊朗是深陷经济危机每一次的严阵以待对伊朗来说都是要付出成本的代价。所以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对伊朗那玩的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在绝对实力碾压之下，对吧？让伊朗神经紧绷每次说打又不打，不打也要打。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在这种精神高度紧张之下，总有一天他会疲软，他会崩溃。而伊朗一旦疲软的话，那恐怕就是特朗普所谓的时间窗口，所谓的出手的最好时机，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所以我认为这就是特朗普在玩那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老鼠是生无可恋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当然他也希望兵不血刃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嘛，通过极限施压伊朗的方式迫使伊朗谈判。这个特朗普一直说的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关上，
就在特朗普说啊，还有另一支漂亮的舰队驶向伊朗的时候，他还说了，我希望用不上他们，就希望啊谈判能管用。所以这个还是逼伊朗谈判呢。那当然了，特朗普这个谈判他的要价是很高的啊，就像低保老人要跟乌克兰谈判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对方投降啊。而这个特朗普要伊朗投降，无外乎这么几条啊。第一个是要伊朗啊100%的配合，比如说啊解散伊斯兰革命卫队，契合，对吧？削减它的弹道导弹数量，或者甚至啊没有弹道导弹等等。总之啊这一系列啊操作啊，实际上等于伊朗的神棍政权就叫政治自杀。那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也很难接受啊。那第三个呢，实际上就是等待啊。等待什么呢？等待军事部署全部到位，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特朗普，对吧？一声令下，猫捉老鼠啊，就这么调戏伊朗一段时间之后啊，如果伊朗拒不谈判，或者特朗普给他一个帽子，对吧？说你不配合谈判，那么特朗普这个时候开打呀，那理由更充分。所以说啊，这个一切都掌握在特朗普手上，而伊朗手上他只有投降一条路，但是他也不愿意投降。对神棍政权来说啊，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呀，多份美国情报评估显示，伊朗政权正处于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脆弱的阶段，政府控制力明显削弱。当然了，伊朗的神棍政权他也不能这么束手待毙啊，不管他啊私下里跟美国是怎么谈的，但是表面上那还是手撕美国鬼子啊，脚踢美国航母，枪打这个美国的什么罗庞呼叫者电子战飞机。哈梅内伊啊一个咒语啊，那什么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就纷纷落地。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伊朗武力方面的准备啊，首先是这个根据媒体报道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进入德黑兰一处能够抵御空袭的加固地堡。该消息还说啊，哈梅内伊的日常事务由他的3儿子马苏德·哈梅内伊接管。当地时间27号，还是央视报道啊，说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海军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已超越传统方式，实现了全面智能化。伊朗已对所有海上、水面以及水下活动实行监控，是否允许悬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从该海峡通行，完全由伊朗掌控。这一战略通道的安全取决于德黑兰的决策。这个潜台词就是啊，我打不过美国，我还打不过你们这些商船吗？只要你从这门口过啊，统统的挨揍。也就是他要关闭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伊朗的周边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其陆地、空域和水域被用于针对伊朗，将被视为敌对行为。这一信息已传达给该地区各方。阿克巴尔扎德称啊，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的军队啊，主要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领导，正在加强波斯湾各地的阵地，尤其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和霍尔木斯干省附近部署了带有末端制导引头的法特赫和莫格达姆360反舰导弹，以及射程超1000公里的阿布马赫迪重型反舰巡航导弹，也就是专门啊这个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部署了这么多反舰导弹啊，最远能打1000公里。据说啊，林肯号打击群比原来预定的位置稍稍有所后退，也就是退到了1100公里以外，看你还怎么打。这没用啊，这人家航母打击群啊往后靠一靠，你不就失效了吗？然后人家是靠飞机啊，就是说啊，伊朗的这什么反舰导弹不管它有用没用，它射程也就那么远，人家离你远一点，对吧？免得溅一身血啊。然后这个 F-35、F-15、F-16这些飞机带着加油机、电子战飞机，你这些什么反舰导弹阵地恐怕就变成一片火海呀。这个说来说去啊，基本上就是垂死挣扎，也就是你没有制空权呢，你靠俄式什么 S-300的防空那是浪费感情啊。1月26号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式人权全然虚伪且具有欺骗性。他还讽刺称啊，现任美国政府好歹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坦率，也就是不装了，不再掩饰其为了石油、为了掠夺资源而对他国发起的攻击与威胁。说实话啊，这个伊朗啊，神棍政权啊，它是一代不如一代，它是一步落后啊，后面是步步落后啊。伊朗神棍政权啊，现在急需要，对吧，获得某大国的支持。首先是理论上支持啊，你看这伊朗
朗人搞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到现在还没能充分掌握美国一个斩杀线，对吧？还没有在美国在那个伊朗国内宣传美国的斩杀线，这已经落后了很长时间了。你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神棍政权啊，确实不行，对吧？这个时候，伊朗国神棍政权这些宣传机器啊，应该开动，天天宣传这个美国的斩杀线，对吧？说你美国人，你看看你自己人都管不好，你们有斩杀线，你还跑来干涉别国内政，你有什么资格啊？你们自己的事管好了吗？前两天这个联合国啊，23号啊，以25票赞成、7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伊朗政府自2025年12月28日以来暴力镇压抗议，导致数千平民死亡。联合国高级官员警告称啊，这可能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重的镇压行动，暴力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际社会呼吁追究责任。这个赞成票啊，远远超过反对票。所以说，美国这次啊，要是对伊朗动武，也算是啊师出有名，算是王师吧。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非常有意思的是，联合国谴责伊朗，俄罗斯居然没有反对，没有投票反对啊，2个印度居然投票反对。所以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呢，他也是过于自信啊，就是完全封闭，他也不学习。你向正义联盟学习啊，学习这些先进的理念，对吧？高质量、低质量，对吧？什么斩杀线这最新理论，对吧？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他也不学，他是过于自信啊。当这个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暴跌的时候，他也没一套理论出来解释一下，对吧？什么是高质量，什么是低质量？那伊朗的老百姓，对吧？在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以及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啊，这特工煽动之下啊，他们走上街头，完全是错误的啊！这个伊朗前高级指挥官顾问证实啊，说美国曾请求伊朗手下留情。你看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背后是给美国赶紧下跪求饶求放过，当面呢对外宣传啊，说这个美国啊请求伊朗手下留情。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过去2周啊，有2条重要讯息分别自美国和以色列抵送达德黑兰，均被伊朗严词回绝。第一条消息是什么呢？说啊，华盛顿通过密使告诉伊朗，我们会做一次有限打击，贵方最好接受，且只给出象征性报复，否则后果自负。德黑兰拒绝，并宣布已重新划定战争规则如红线，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全面战争。第二个啊，说以色列啊也吓得托中间人传话，说我们不会参与美方行动，也请伊朗方面别打以色列。伊朗同样回绝，明确表示一旦美军动手，以色列即成为打击目标。内塔尼亚胡近日的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与此同时，伊朗向从巴库到利雅得的所有地区国家发出通告，若利用贵国领土或领空发动攻击，贵国自身将遭到报复。这个叫啊，煮熟的鸭子嘴硬啊，说最狠的话呀，最毒的打，那就是伊朗神棍政权了。首先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立马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警告伊朗，若胆敢袭击以色列，必将遭毁灭性回击。他同时猛烈抨击国内左翼媒体，称其毫无节操，宣布虚假信息，削弱国民意志，是敌人的传声筒。内塔尼亚胡强调必须团结一致，应对外患。不过这个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啊，这个态度比较暧昧了，看样子是确实啊被伊朗威胁了一下，吓着了。首先是这个阿联酋外交部说啊，严禁利用本国领土对伊朗发动攻击。阿联酋外交部新闻办发布声明说，明确表示绝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联酋重申不会容许其领空、陆地或水域被用作针对伊朗实施敌对军事行动的跳板。阿方也不会向任何计划攻击伊朗领土的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后勤支援。1月27日啊，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与沙特王储就是那个萨勒曼呢通电话。据沙通社报道啊，通话中佩泽希奇扬向穆罕默德·萨勒曼介绍了伊朗的最新局势，讨论了有关核问题谈判的最新进展。萨勒曼重申啊，沙特尊重伊朗的主权，沙特绝对不允许其领空、领土被用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或任何一方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我在想啊，沙特啊、阿联酋这个国家，一方面是受到伊朗的这个威胁，所以对吧？这是一方面啊，你不能说不害怕，因为有个流氓在旁边真要拿导弹炸你，对吧？那也是不好的。第二个呢，最主要的是这2
俩国家也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什么叫顺水人情呢？也就是说美军啊要打击伊朗，他不需要通过阿联酋和沙特，人家这个靠的是2个航母打击群呢。我觉得有可能的就是约旦、伊拉克这些地方，还有叙利亚。也就是说啊，伊朗到时候肯定是要报复这个以色列，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个领空有可能就要被以色列或者美军用上，用来这个拦截啊伊朗的那些导弹，对吧？也有可能起飞战机，也有可能是部署什么防空武器，甚至在这个地中海或者什么，对吧？海面上发射这种防空武器啊。你这个阿联酋、沙特，对吧？你可以靠边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不用就不用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驱逐舰已从波斯湾驶入地中海，你看这种部署什么意思呢？这艘配备由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是前线弹道导弹的防御力量，装备有 SM-3 拦截导弹和先进的传感器，这些装备此前曾用于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威胁。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的国内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这个凤凰卫视的叫李锐，他在伊朗的街头采访，我感觉他这个采访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说，眼见美军大军压境，抗议骚乱刚过，还有断网经济危机。他说，德黑兰人到底怕不怕？我在街上做了几个街访，发现答案比怕与不怕更复杂。大家看视频啊。OK，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李锐在伊朗。在我身后呢是革命广场的一幅巨幅的壁画，上面呢是美国的航母多艘战机受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字呢是中风者得到风暴，这也可以看到是伊朗对于美国军事侵略的一个书面的隐含的一个回应。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而伊朗民众他们是如何看待现在的情况，也是我们值得关心的话题。شما نگران الان وضعیت جنگ و اینا؟ من نگران جنگ نیستیم.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ه با ما بجنگه. ما مشکلمون گرانیه، وگرنه کشورمون رو دوست داریم و هیچ مشکلی هم نداریم. 在德黑兰的街头，采访正变得越发艰难，愿意开口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那些愿意发声的，也往往在官方叙事与隐晦的反话之间徘徊。نه چرا نگران باشم ماشاءالله همه چیزمون رو به راست اینترنتمون وصله ماشاءالله همه کارمون درست شده هیچ اصلا غمی نداریم برای چیز داشته باشیم خیلی ممنون. مرسی. خانم دوست داری صحبت کنیم؟ الان دیگه الان وضعیته، الان نگران هستی؟ من نه، توکلم به خدا هست. برای چه نگران باشم؟ الان گفته حمله آمریکایی به ایران، شما میترسی یا نه؟ خدا رو باور داریم. 战争的创伤尚未远去，近期骚乱带来的阵痛又一次重创了伊朗社会。这里的民众展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面相，有人疲惫，有人悲痛。الان نگران جنگ و وضعیت الان چجوری نگاه میکنی؟ وضعیت الان ما بدتر از جنگه. الان خودتون چی احساس داری؟ من خیلی احساس بدی دارم که متاسفانه تو مملکت ما یه اتفاقایی داره میفته که همه مردم درگیرش. از یه طرف وضعیت اقتصاد ما خیلی بده، بعد از یه طرف که خب جنگ داره رخ میده، بعد همونا میگن ما آمادیم، همین طرف ایران میگه ما آمادیم. بالاخره جنگ هم جز به قول معروف خشونت، جز مرگومی چیزی به بار نمیاره. بعد ولی خب دیگه ناچار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تا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به کجا میریم. بیشتر این اتفاقاتی که تو این اواخر افتاد و این همه ما کشته دادیم متاسفانه تو کف خیابون و متاسفانه یه اتفاقاتی افتاد، نه تنها ما مردم ایران شگفت زده شدیم، کل دنیا به این ماجرا شگفت زده شدن که چرا این همه جوانای ما تو کف خیابون، تو نه جنگی بوده نه دشمنی در مقابل ما بوده، کشته شدن. این واقعا همه ما را ناراحت کرده و اینکه و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حالا ما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درست میشه، یعنی به این سرعت درست نمیشه، چون اتفاقاتی تو این اواخر افتاده که درست شدنش خیلی سخته و خیلی خانواده ها داغدار شدن و ما برای همه این خانواده ها
واقعا دلسوزش هستیم و نگرانش هستیم و نگران آینده مملکت هم هستم. قطعا این مملکتی که اینجوری داره اوضاعش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پیش میره، همه ما دچار مشکلات عجیبی خواهیم شد.从这些人的回答来看啊，实际上答案就在他们回答的看似啊没有什么态度的态度里面。大家也知道，这可是遍布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遍布各种对吧叫恐怖统治啊，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老百姓能说这样的话，他已经说明了问题。比美国、比以色列更可怕的是贫困，对吧？是日子过不下去。就对这些老百姓来说啊，就在伊朗神棍政权啊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唯一站出来表示支持的只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好像是高层啊出来讲话，要决心保护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保护这个哈梅内伊，而其他的什么哈马斯啊要放下武器了啊，投降军估计也顾不上。不过帅不过3秒啊，也正因为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啊率先声援这个伊朗神棍政权，所以真主党再一次遭到打击。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战机进行了14次重型弹药空袭，主要在麦登和费布尔，目标是与真主党火箭发射场和训练营有关的区域。你说你这个小弟跳那么高干啥呢？这回好了吧，老大还没挨揍呢，小弟已经被揍了，对吧？就你跳得高，你这不是找打吗？对吧？又是被以色列啊一顿狂轰乱炸。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正义联盟老大的态度啊。这个正义联盟老大特朗普，他居然没有反对啊美帝啊和这个西方国家发起的对伊朗的这个谴责，着实让人失望啊。这还没完，然后作为这个正义联盟老大，他对外放风啊，说印度啊给伊朗提供了什么电子战设备，这个电子战设备可以切断星链的通信，而且还能找出啊谁持有这些星链的终端设备，为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抓捕这些啊非法持有什么星链终端的人提供了这个方便。你说这个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心态啊？什么意思啊？那今天呢，今日俄罗斯又报道啊，说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说啊，委内瑞拉、伊朗的例子迫使俄罗斯和印度定期进行安全分析。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例子啊，要求俄罗斯和印度定期在安全领域和相应行动领域进行分析。如今，在全球军事和政治局势动态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和印度需要就军事合作交换意见。我相信我们会谈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并使我们能够就迫切问题进行讨论。1月27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在同印度国防部长举行视频会议时如是说，你看看啊，你这个正义联盟老大你挨揍，你不要把老二拉上，对吧？老二只是动动嘴啊，只是喊喊口号，你老是想把老二推到前面去，这个强人所难啊，强人所难。这个正义联盟老大看样子已经无心想做老大了啊，实在是被乌克兰搞得不行，焦头烂额。对正义联盟老大这个位置啊，是有心无力，急需对吧？把后面老二什么老三推出来挡锅，这个背锅啊。现在老三已经躺在这个案板上，叫人为刀俎，老三为鱼肉，人为刀俎，伊朗为鱼肉。这个时候他也把老二推出去，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卖老二。作为正义联盟老大啊，他不知道老二只想出一些军事专家，对吧？出一些导演，只能办到这儿了。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博尔顿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如果特朗普啊真像他现在所说那样致力于政权更迭，那么一次打击是无法推翻这个政权的。你需要从更具计划性和战略性的角度来思考，你必须考虑多次打击可能对削弱该政权在核领域和恐怖主义领域的制造麻烦的能力，以及削弱其镇压本国人民的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觉得啊，现在过高的估计了困难，高估伊朗的实力啊，也就是伊朗神棍政权的实力啊，现在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呢？因为进入2026年，这个正义联盟啊瓦解这个速度非常快，真正的纸老虎是这些正义联盟，他们垮下去的速度啊恐怕超乎人的想象。委内瑞拉就这个例子。所以说不要看伊朗的神棍政权色厉内荏，我想啊，在美国的这种叫三权出击啊，一个是加紧制裁，对吧？第二个是军事施压高压，第三个是对吧又跟他谈判麻痹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切断
了俄罗斯的这个援助，俄罗斯现在已经被乌克兰死死的拖住了，他无力在伊朗这儿跟美国掰手腕，所以他急于要把这个老二推出去，对吧？而老二只想派一些军事专家，对吧？宣传一下伊朗为什么不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目前他只是色厉内荏，他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外面看的好像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这个伊朗内部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有就树倒猢狲散，早点寻找后路的这种需求，因为毕竟都是过日子没人愿意为了一个老和尚，对吧？为了一个这么一个神棍政权而卖命一旦他们得知他们可以得到特赦什么既往不咎，你早点主动早投降早受益等等那这些人他就会第一个投降如果他们得到一个消息和他们确认只是以哈梅内伊为首的极少数人会得到惩罚，那大部分会得到宽释，对吧？得到这个饶恕那他们一定会选择求生。这个时候老和尚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给抛出来。最后我想说的是那至于伊朗最后要走什么样的路，那还是跟伊朗老百姓有关系，跟伊朗的谈判有关系，基本盘关系比较大，这个还真不能指望特朗普。特朗普相当于是个外力，就是美军那你看看委内瑞拉就知道了，对吧？特朗普把马杜罗抓走了，委内瑞拉选择什么样的路，那还是看委内瑞拉老百姓自己。关于伊朗的局势咱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